欢迎来到思辨。今天我们讨论的文本，是来自一本名为《囹圄中的灵魂：中国监狱中的维吾尔族囚犯诗集》的新书发布会记录。这部诗集汇集了25位在押维吾尔族诗人的作品，他们中的很多就是因为自己的文字被判处了长期徒刑。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而这些在极端高压下诞生的诗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的思辨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这些作品？他们首先是一种政治性的抵抗，是为历史和苦难作证的声音吗？还是说我们应该更多的把它看作是根植于维吾尔族深厚文学传统，表达着普世情感的一种艺术结晶？在我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当一种文化本身就面临着被系统性抹杀的威胁时，任何坚持和表达这种文化身份的行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抵抗。所以说，我认为这些诗歌首先是为历史作证的声音。我则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恰恰认为，尽管这些诗歌的背景毫无疑问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真正的力量和核心是源自于维吾尔悠久的诗歌传统，以及那些超越政治的关于爱、痛苦和人性的普遍情感。如果把它们完全框定在政治的范畴里，我们可能反而会错失其作为艺术本身的深度和光芒。我之所以认为这些作品的抵抗意义是第一位的，是因为我们不能脱离环境去谈论文本。发布会上的 Jennifer 朗格博士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抵抗诗学。他的意思是，当一个政权连你的想象力都要视为禁忌的时候，那么写作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一种反抗了。他形容这些诗是对抗暴力和压迫的呐喊。更有力的证据其实来自压迫者本身。官方给这些诗人定下的罪名是分裂主义，然后判了重刑。这恰恰说明在当权者眼中，这些诗歌具有极大的政治分量，诗歌本身就成了罪证。还有一点，就是这些诗歌的流传方式和它产生的影响。比如古丽妮莎·艾米那首从狱中传出的诗《无名》，当它在海外流传开来的时候，立刻就成为了抵抗的象征。所以你看，无论诗人最初的个人意图是什么，在这样的现实中，这些作品已经承担起了无法否认的政治角色，他们成了保存民族记忆、抗争晋升的工具。你说的这些外部因素，比如说官方的反应，还有作品的影响力，这些确实都存在。但我想把目光拉回到诗歌本身，看看创作者和编者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发布会上，这本诗集的编译者之一阿齐兹·伊萨埃尔肯的妻子瑞秋·汉里斯教授，他特别强调了一点，他说这不是一本煽动性的诗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对立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关键。他还提到，诗集里有大量的爱情诗以及对苦难的抒发，而这些主题在维吾尔族的诗歌传统里是非常核心和悠久的。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诗里写失去的挚爱，就立刻把它解读为失去的家园，这种政治隐喻，这会不会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它可能会让我们忽略诗歌本身丰富的情感层次。再说到这些诗人的身份，哈里斯教授也提到，他们中很多人在他们当地县城居外都鲜闻人知，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高调的政治活动家，很多人只是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普通人，直到有一天，这种行为突然就被定义为非法了。所以我更倾向于将这些作品首先视为人类情感和艺术的表达，他们的价值在于其人性的光辉，而这种人性本身就是对非人道的最有力控诉，但这不代表我们应该用政治的标签去覆盖它。但你等一下，你刚才提到了瑞秋·哈里斯说这不是对立的，我理解这是为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但我们真的能把环境和意图完全分开吗？当一个政权把你的文化表达，甚至就是一首爱情诗，都视为威胁的时候，那么坚持写这首诗，这个行为本身，难道不就具有了政治性吗？它具有了政治后果，这点我同意，但后果是不是等同于作品的本质，这是两个问题。我认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两者是合一为一的。诗人们的遭遇，他们的作品在流亡社群中引起的巨大共鸣，这些都证明了作品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最初可能拥有的任何个人化、非政治化的意图。换句话说，是那个残酷的环境以及读者和时代的接收方式，共同赋予了这些诗歌一个无法剥离的政治维度。我理解你的逻辑，但我觉得这个逻辑里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让压迫者来定义了艺术的本质。如果因为政权反应过度，我们就认定这些诗的本质是政治的，那我们不就等于接收了他们的那套话语体系吗？瑞秋·哈里斯提到的另一点很重要，他说诗歌里对苦难的表达，虽然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联想到近期的压迫，但它同时也是维吾尔诗歌里一个非常传统，甚至带有苏菲主义宗教色彩的母题，比如渴望与失去的挚爱重逢。如果我们只看到当下的政治影响，就会错过它在几百年的艺术和文化传承中更深厚的根脉。我不认为这是错过，而是看到了传统的文脉在当下的现实中如何被激活，并且产生了新的、更迫切的意义。而且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诗歌都是那么含蓄的，有些作品的指向性相当明确，比如 Jennifer Lange 在发言中引用的瓦伊体江奥斯曼的诗《警告》，里面有几句是这样的：他们说你不能待在这里，不能在这里行走，儿子，你应该成为一颗星星。这几句确实很有力，对吧？他们说你不能待在这里，在一个家园被侵占、行动受限制的背景下，这难道不是对自由被剥夺最直接的控诉吗？儿子，你应该成为一颗星星，这又包含了怎样的期盼和不屈？很难把这样的文字仅仅看作是传统的非政治性的抒情，它就是诗人对他所处现实的一个回应。好，我们来仔细看看这首诗。我承认它的确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但即使是这首诗，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层次。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你应该成为一颗星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普世的超越具体政治语境的父爱吗？他希望孩子能超越眼前的苦难，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如果我们只读出政治抗议，会不会就忽略了这份沉重的个人化的父爱？我不觉得这是忽略，而是这份父爱正是在政治压迫的背景下，才显得如此悲壮和具有穿透力。它的政治性和人性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或许吧，当我看到诗集中更多的作品，它的核心情感是内敛和个人化的，比如发言者约翰·范恩登提到的古利尼夏·艾敏的另一首诗《第11页》，里面充满了血路、孤倚和未愈的伤痛这样的意象。它触动人心的地方，恰恰是这种关于思念和痛苦的普遍性。它能让任何一个经历过失落的人产生共鸣，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宣言。还有你刚才也提到的那首从狱中传出的无名，它的核心是母亲对2个孩子的托付。她叮嘱人们用你们的爱浇灌他们，让他们在我成长的怀抱中长大。这首先是一首关于母爱的诗，它的力量恰恰来源于这种原始的、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亲情。如果他写的是一句政治口号，我相信他绝不会有现在这样震撼人心的力量。我完全同意他的力量源于人性，但我的观点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抒发人性本身就是最具颠覆性的政治行为，这就引出了诗人的身份和角色问题。我们看到，在这场文化清洗中，诗人、学者、教师这些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是首要的打击目标。为什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肯·艾莎在发言中说的一针见血，独裁政权最惧怕的就是作家，因为他们保存记忆，想象自由。所以这些诗人的身份本身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必然带有公共和政治的意义，无论他们写的是星空还是爱情。当一个文化的传承者因为他的身份而被定罪时，他所有的文化创作也就都成了历史的见证。我对精英知识分子这个标签有点保留意见。材料里不是也说了吗？这些诗人中很多人在他们当地县城之外都鲜闻之，他们可能并不都把自己看作是承担着某种宏大历史命令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政治领袖。但他们需不需要这样看待自己，可能已经不重要了。当国家机器把他们当成文化象征来打击的时候，他们就被动地承担了这个角色。他们的身份是被强加的，他们的作品的政治意义也是被这种打击所赋予和强化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角色是被动的，
但我担心，如果我们也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把他们所有人都拔高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斗士，这会不会反而掩盖了这场压迫更深层的恐怖之处？那就是它的任意性和普遍性。它打击的不仅仅是明确的反抗者，而是文化本身的存在。一个诗人，他可能真的只是想减轻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能，去思考、去写作、去爱、去归属于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最基本、最无害的本能却被定罪了，将他们全部英雄化，可能会让我们看不清这种将日常生活和人性表达定为非法的荒谬性。这才是悲剧的核心，不是吗？经过今天的探讨，我反而更加确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和政治是无法被切割开来的。这些维吾尔族诗人的作品，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遭遇，注定要承载抵抗和见证的沉重分量。即便诗句本身在吟咏爱情或者自然的优美，但在一个试图抹去他们文化身份的环境里，这种吟咏本身就是一种坚守，一种拒绝被同化的反抗。所以它的政治性是内在于创作这个行为之中的，而不仅仅取决于文本表面的内容。我也同意，这些作品的力量因为其背景而显得无以伦比。然而，我仍然认为，这种力量的最终根源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被政治口号所淹没，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人性的共同情感和维吾尔族独特的文化土壤里。可以说，他们的政治意义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出发点。正是因为这些诗歌在艺术上是深刻的，在情感上是真挚的，他们才能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隔阂来触动我们，也因此才构成了对非人道压迫最有力的控诉。他们不是因为政治而伟大，而是因为其艺术和人性本身才具有了强大的政治回响。最终，如何解读这些灵语中的灵魂，或许真的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艺术与苦难之间的关系。这些诗歌的确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当艺术创作本身成为一种冒险，当表达就意味着存在，那么艺术的意义边界究竟在哪里？的确如此，这场讨论也恰恰说明了这些文本本身是多么丰富和复杂。将它们简单的归为任何一个单一的类别，可能都是一种损失。或许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阅读它们，去感受其中交织在一起的爱、痛苦、传统与抗争。文本中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细节和视角。